带去读唐诗。走马川奉送洪大夫出师西征，作者任心。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，冰沙蒙蒙红入天。轮台九月风也好，川翠色带如刀。随风满地色乱走，香炉错红马正回。金山世间燕庭辉，汉家大将西出师。将军金甲也不脱，冠亚军行高相拔。风头如刀面如骨，马毛带雪汉其精。五花连前旋作兵，雾中错血掩水营。老旗文士应胆略，料敌短兵不敢接，奇书西文吐献捷。感慨任何的事物文章过好，笔尖过来，也是表上亲身履历的真实。这首是作者呢亲自跟随西征的大军所见所闻有感而发的佳作，是边塞诗最有临场感的诗篇。起笔呢，就用君不见亲切地道出西征的大军穿越走马川，是天寒地冻，是最凶险雪海边缘。9月4日已经是夜风狂吼，真侪到了石头泄了水石，伫旋风卷起的时阵上天离开。走马川的行军险象环生，由此可见。匈奴呢，手歌马回，正是因最嚣张的时令。莫怪西域的边塞呢，处处拢是浓烟四起。大军克服走马川凶险的途径，假不离身。半夜去行军的时阵，迄个高帽上路，也激发撼动军心的兵器声。寒风吹来，亲像来刀来刮面，无停的碎花呢飘落马背上，也被身上所发出的热气呢化成汗水。营帐中雾幕瞬间就结成冰，天气的严寒可想而知，就是阻止不了大军雄赳赳气昂昂，勇往唔迈进。难怪匈奴闻风丧胆，不见地力，四处喷毒，平定西域班师回朝是指日可待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